来看南口中家病院上新的研究，甲免疫细胞的特定养分提调，就会当加强免疫系统，提升癌症治疗的效果。这项研究呢，嘛成功应用伫咧偏凹癌患者测试。癌症40年以来，连续咱国民众10大死因的第一回，南口当家研究团队成功透过营养调控，剥夺免疫细胞的特定养分天门冬酰胺，增强免疫攻击力，提升癌症治疗效果。2025年3月，头一摆登上国际期刊，正做全球头一个将代谢免疫用伫临床治疗的研究。肿瘤细胞很厉害它会想办法改变它的环境，让它的环境变成一个会抑制免疫的状况，让你免疫细胞没有办法再攻击它我们从蛋白质再缩小到特定的氨基酸，然后找到这个氨基酸，原来把这个氨基酸拿掉以后，我们的 T 细胞会变得更有力天门冬酰胺是一种氨基酸，对癌细胞甲免疫细胞拢是一种重要的养分。免疫细胞处理天门冬酰胺欠的环境的时，颠倒会启动免疫细胞代谢适应机制，让 T 细胞更较有攻击力。在体外培养实验中发现抗肿瘤激素适合增加10倍。癌细胞没有杀干净，终究还是会打输啊。久了以后，它是会产抗药性啊，或者是造成器官衰竭。那现在这个新的这个 Asparaginase 可以让这个免疫的治疗药物它的有效更持久啊。研究团队拢总针对6个被熬癌的患者做临床的试验，伫10个月来追踪肿瘤大小，4名患者的肿瘤缩小率大大提升，1名患者维持稳定状况，另外1名患者甚至肿瘤完全消失。医疗团队表示，未来有希望拓展到肺癌、肝癌治疗，为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公视新闻采访报道。